为什么今天会出来？其实也是犹豫很久啦。毕竟就是这个社会，就是对于政治来讲的话，我们有时候会有听到政治就觉得有点敏感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其实今天会站出来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，就如同马耀讲的，改变这件事情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选举的方式，我们的想象都会是想说，什么党提名的什么候选人，但真的是没有看过说像马耀这样子，就是这么有勇气，然后再加上本身就还蛮欣赏他做事的态度，因为元金就是做了很多，你是用镜头来记录我们这个人民生活，还有不是只有记录而已，而是去探讨一些议题，然后用镜头来发声。那我相信就是我们青年，不管是青年，不分各个族群，因为其实1000人200会选拜拜，这个1000人不是只有平地原住民，其实很多人都是大家就不分族群都可以共襄盛举。那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力量把马耀推进立法院，谢谢。